2014年日头花运动，这场学运有侪少年家投入，少年人用因新世代的方式来了解社会、关心政治。学运是一时的，尾也有侪学生囡仔嘛继续投入改革体制、参与政策、久长的社会运动。有一阵读法律的学生，对迄阵开始就伫网络顶悬用白话来解说复杂的法律条文，甲当因也继续咧做。 2014年3月18日，因为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，有民众带头爬墙入去立法院，接领议场，表达诉求，展开24天的太阳花运动。唔但惊动国际，对台湾政坛甲社会嘛产生真大改变。 318太阳花了后，你有看到讲有足多迄新形态的民主的参与方式伫个社会内底吼，足多政府哦，足多政府单位哦，即马开始推动像参与式预算。随着这几年的操作的话，我觉得当大家越来越习惯。 参与式预算，透过这个参与式预算，就像是一个民主的学校哦，民众他会开始知道说，我不是只有在听政府的这个政策而已，其实我也可以，这个我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进入这决策的过程里面，那它可能需要时间。 太阳花运动了后，开放政府变成口号，社会运动往往是第一时间的激情。如何延续？林佑成讲，制度的设立是真要紧的。所以今天社会运动如果想要对于我们社会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的话，它需要造成一些制度性的一些影响哦，设立一些单位，设立一些制度哦，这样才能够长期的去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，否则它就是一个短暂的现象。 但民众要参与政府杀政策的讨论过程，嘛要大声了解相关细节内容。伫太阳花运动时，也伫东吴大学读法律研究所的杨贵娣，就和朋友做伙设一个网站法律白话文，正希望用白话，也就是好理解的方式，向民众解说条文争议。 所以当时讲服贸协议的懒人包很多，那这些懒人包有的立场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网络上为什么没有网站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这些法律知识，可以跟维基百科一样？所以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说，利用那个热潮，我们来开一个讲法律的网站。网站一开始大部分拢在讨论服务协议，后来慢慢探到无共领域的法律知识。 但是杨贵娣也讲，其实大部分的人袂想要主动了解法律，所以因也哪做哪调整方式。我们初级曾经有尝试过，就是想要做很完整的法律的介绍，让我发现，譬如说可能把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，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，但我发现民众无法引起网络上民众太多的兴趣，因为就像我讲的，可能民众根本他就有在自己遇到的时候，肚丢的时阵才会想要学。 那都已经来不及啦，所以我们就转一个方向，我们就是配合时事去讨论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站长桂智。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到巫医师来跟我们聊女性堕胎的相关法律问题。生活中接拄到的议题，成功引起民众的兴趣甲讨论。法律本身有侪的专业技术，杨贵娣甲因的团队希望正做民众甲法律界中央的迄板桥，用白话向民众解说，毋望这议题当中的法律知识会当透过传播甲讨论，互台湾社会注入更较侪的法律养分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